来是彰化县，人口超过100万，是6都以外上大的县。但是县内只有老戏院，并无较正像的影城。本地有计划要伫要搬走的彰化市邮局的这块地来起地上6楼、地下3楼的影城中心，但是即摆阁爱互彰化人失望了。邮局总公司来证实，这个工程招标2届拢来流标。 县政府核发的执照嘛已经过期，无法度依照计划伫后个月开工。就算要重新来申请着执照，上紧嘛要1年后才会当动工。彰化国福路邮局伫9月份搬了后，有计开始动工改建地面6楼、地下3楼。彰化人大家期待首座影城中心可能爱热闹啊！我们如果要看电影，都要专程要跑到台中去。好好的地啊，拢无要善尽利用，无菜。 彰化虽然有100万的人口，不过县内只有几间老过县园。原本以为总算会当有一间豪华影城，却因为招标不顺利，计划延期。那地下3层是作为停车场用，那1、2楼呢，还是作为邮局来使用。至于3楼到6楼呢，我们将来是规划成这个影城。 虽然邮局总公司强调兴建计划未终止，但是依照规定重新申请执照，相关的作业甲变更的流程，至少嘛都要1冬的时间。